台南市水情目前已经成为黄灯景色，正入减量强做阶段。工业用水每天减量7%，非工业用水减少10%的供应量。为解决产业用水缺口，市府2月23向中央水利署提出伫树谷园区设置 RO 净水设备，经过会勘评估后，决定先设置一组大型移动式 RO 净水设备，就由污水净化再利用的方式。解决产业迫切用水需求。厂商有这个 RO 的水的使用，它就不需要再去接自来水，它不需要接自来水，这个水就节省下来提供给民生用水。那一来一往间，如果我们有10部机组，一天就可以这个节省使用至少5000吨的自来水。那为什么是至少呢？因为厂商自己也要负担一些责任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要把制程中他们自己的水要能够节省使用。那有一些非制程用的水的话，譬如说它清洁厂内的道路的话，可以用我们一般的再生水，那样子的话，那也就不用再用自来水。因此一来一往的话，我们希望说，如果有10组的这个 RO 系统进来，一天可以省超过6000吨以上的水，那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这处净水设备是利用超微过滤机以及 RO 逆渗透净水机，将污水净化，每天会当处理800吨的污水，并删除大约430吨的再生水，提供给园区产业申请使用。后续水利署会看储水的情形，评估敢有需要国家设一组 RO 净水设备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